其實你由冇追求變咗有追求都係一個過程啊，都要時間。即係你要用大牌子，再用到呢啲牌子，你係要啲，即係你要體驗多啲，你要多啲閲歷，或者係要多啲體驗，你先至可以即係對呢啲有追求。嗰啲品味唔係你可以即刻培養出嚟嘅。咁所以變咗嗰啲商業嘅品牌咪好 key 咯，因為啲人淨係想要答案，咁啲商業品牌即刻俾你答案，咁你咪就係嗰啲商業品牌。即係你要買得多唔同種類嘅香水，你就大概知道哦，呢個同價位嘅香水乜嘢係我最中意嘅。其實嗰個就係香水奢侈嘅地方，因為佢要後面有好多時間去準備，要好多情緒。有啲調香師佢加埋情緒去調，即係你會買到好多嘢咯。你唔係淨係使3000蚊你就買到佢個包裝，你買到個故事，你要買到一啲原創性，你要買到一啲時間性。嗰啲好強嘅調香師咧，有好有天賦嘅調香師，點解中意幫獨立品牌做香水咧？就因為喺藝術創作上面係冇咩框框。你有一樣好獨特嘅嘢，你相對嚟講，你係會將佢賣俾獨立品牌多過啲大牌子。而一個調香師嚟講，點樣先可以體現到佢個風格咧？其實可能係唔係通過幫大公司做呢啲 job 咯，而係可能我跳咗出嚟做一個獨立調香師之後，主導一啲氣味成分或者一個意境嘅一樣嘢。我最近有一個故事就係咧，我咪去咗歐洲嘅，咁佢哋有一個調香師咧，就同另外一個調香師合作做一支香水。咁一開始係嘈到係做唔到啦，因為你又想點，我又想點，係嘈唔到嘅。最後咧就點樣咧？就係通過一個中間人，你做咗你個 part 先，跟住咧我聞到我再加我自己啲嘢落去，咁就成為咗一個好強嘅 collab 啦。咁但係變咗兩個調香師係咪夾咧？其實都即係好難講噶嘛。即係譬如話大家都要揸旗或者開始個方向，咁啊變咗兩個人喺度嘈咯，即係會好容易做唔好咯。所以市面上其實有調香師 collab 嗰啲香水都比較少啲，因為佢可能譬如話兩個已經嘈咗交啦，咁後來個商人就偷偷地攞呢個調香師做嗰啲嘢俾呢個調香師，覺得話你點啊？你點樣可以改？改完之後再發俾另外一個調香師，咁佢哋 OK 就做咯。我覺得都有趣，因為兩個唔同嘅風格啊嘛。咁但係如果你喺一開始即係起舞嗰陣時就開始大家喺度傾咧，其實就好難傾到，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嗰個工作方式，即係好似你又會買到一個 taste of 呢個品牌，你又買到一個 taste of 另外一個品牌，咁啊變咗你好似用一嚿錢買兩個嘢。但我相信今年我哋會出一個品牌係好有趣嘅，即係有一支係兩個調香師一齊合作做。有一個就做好多商業小眾香水嘅，有一個咧就真係獨立品牌嚟嘅，咁所以兩個都好唔一樣。商業小眾即係可能講唔講得品牌㗎 ？Creed 啊、Emma Watch 呢啲商業小眾牌子，或者 Fragrance du Bois 呢啲即係比較商業化嘅小眾香水。調香師專注嘅就係可唔可以實現到佢嗰個自己做嘅風格，改呢啲嘢，改到最後咧，其實就唔係你一開始做嗰啲嘢，因為有個商業香水佢又好興有個調香，揾個調香師做咗先，咁佢再有個嗰啲咧 focus group 或者係 panel 咧，就去問幾廿個客，咁點樣可以做得更好，咁咧就再叫個評香師咧去調整佢個配方嘅，即係有評香師啦、調香師啦，所以做到最後變咗就係一個市場主導嘅一樣嘢，而唔係你彰顯到你嗰個調香風格嘅一個 project。認識有幾個調香師，佢係好情緒化嘅。我諗其實商業香水如果佢要周圍都有得賣咧，咁佢要上嘅渠道較多咧，我諗佢個產量首先好大啦。另外就係佢個 juice， 你頭先講到佢嗰個香水係咪好平？佢係嘅，因為大牌子咧，除咗要有，即係佢除咗要廣告提高佢嘅知名度之外咧，佢好多時候都有代言人嘅廣告代言人，靚嘅包裝、靚嘅盒。其實都好貴嘅，咁就到最後可能去到佢個 juice 先係佢，即係佢個氣味嘅成本都要好低，相對嚟講佢係多啲咯。咁但係你冇一個絕對嘅，我都好中意好多商業牌子嘅。有啲牌有一個即係比較出名嘅 creative director 咧，佢以前咧做過幾個品牌嘅，咁頭幾個都唔得，咁最後嗰個咧就反而俾大牌子收購咗。我哋以前係100% 都係一啲獨立好有個性藝術性嘅香水，咁後來多咗新客嚟嘅時候，佢哋個反應就係話嗰啲太多嘢好難着，咁我哋相對嚟講而家就當你多咗易着嘅香水，即係比較
比較簡約。因為呢幾年都有轉嘅，啲客係相對嚟講中意啲簡約嘅香水，即係簡約得嚟聞起嚟又唔似室內香薰嘅香水。即係揀香水，因為我哋唔係我哋係，譬如我哋揀牌子一個牌子咁樣嚟，咁佢一個牌子佢有24隻味，我哋就揀12至14隻最適合我哋呢個市場嘅。